1960年代，南北二路毋知有偌济少年人拼来台北找发展的机会。美满啊，差不多甲遐个带短期的庄脚囡仔，拢当做家己的囝对待，毋但甲因介绍头路，甚至还佫兼做媒人，替因牵红线。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第二摆世界大战上尾迄年，美满啊18岁，嫁入去台北大稻埕的大户人兜。想袂到结婚才3个月，翁婿就互调去南洋做兵。战争结束了后，嘛无转来。无依无我的美满啊，听宋命生的话，用后生富裕的名开一间旅社。结果生意有影真佳业。一个南部来的查甫人叫做汉庭。长期住伫旅社，真得美满母仔囝的缘。过无偌久，就甲美满啊斗阵生活。人生行到头，美满啊常在安尼讲。真济代志拢是主好好，莫提起。当咱生命中的某一个星，行到某一个位，该拄着的代志，安怎比嘛比无路。22事件发生的时阵，宋命生呢，甲美满啊，甲汉庭讲：会平安啦，免惊吓，只要汉庭较软咧，莫遐匆忙，想要举木钿去和暴情拼。过2当外，有阵宋命生甲汉庭拢啉酒醉啊。美满啊，听到宋命生又搁甲汉庭讲：真奇怪。你和美满啊，未来一冬，哪会拢行同款的路线？拢是有悲伤，嘛有欢喜，笑也是，哭也是。迄是1949年热人的代志，嘛是对迄年的秋天开始，旅社逐工拢有一大阵无共腔口的长山人，客甲烤卒卒。有人带规家口仔来，嘛有人弄鸡散体，敢若剩家己一个。
随望来来去去的拢是无共的人，全拢有一种共款的面色，叫做失神。毋过，美婉啊会记起迄个查某人手抱打出世无偌久的红鞋啊，三更半暝出现伫眼前的时阵，伫伊白苍苍又个虚弱的面，看到的毋但是失神，佮兼有着惊佮绝望。头家娘，头家娘，内裤安怎样？你敢会使来一个？近3更半暝是啥物代志？外面有一个查某人，甲讲无房间啊，伊要坚持毋走，讲已经行袂叮当啊呢。啊？伊阁讲爱食寡物件，才有才调逼一寡零啊水互伊仔食。安尼哦，好，我来看卖咧。做老母的心情，我当然知影，所以我就先互伊点内酱的通铺休困，刷落来去灶骹煮一碗麻油2包烂面线互伊食。豆豆我食，免赶紧。下暗你着踮遮困一暝，明仔载若有房间，再安排互你住入去。真多谢。啊，你叫啥物名？你是对来的？问伊叫啥物名，对倒位来，伊拢无应，干那闷闷啊笑，一直到上尾才讲，啥物拢莫知，对你比较较好。唉，加长工透早发生的代志，真想起来啊，也会哭哦。人嘞，出来，人嘞！头家娘，害啊啦！外面一阵兵啊要来抓人，要安怎？你甲因讲，我随出去。啊？兵仔想要来抓你的？哎呀，都拜托你啊！伊甲婴仔互我抱，婴仔食无饱，开始大声骂吼。伊颠倒足冷静，对破包互我内面斟一块龙眼出来互我，刷落去，无讲半句话，就换墙仔壁对房间行出去，甲遐个兵仔讲：我人伫遮，莫动刀动枪，去插着人的面。压起来，行，紧行啦！当遐个兵仔甲伊的手骨拗伫骹只后压出去的时阵，我会记得伊阁一直亮，硬回头过来看，只是毋知影伊是咧看我，还是咧看我笑脸抱的囡仔。美满啊讲，后来伊互兵仔带转去问几落工，连祖先8代的代志都问，毋过就是无人问到迄个囡仔。过无偌久，报纸刊足大篇，讲有掠着共产党的组织，迄几个匪徒拢枪杀啦。管区的警察偷偷甲美满啊讲，枪杀的匪徒内面有一个查某的，就是迄天伫旅社互掠走的迄个啦。迄暗半暝，等到大家拢困啊，美满啊叫汉庭照报纸顶面登的，甲迄个查某人的名字甲籍贯、乌蓝长衫写伫一张白纸顶面，搭伫厝尾后的壁顶，刷入去抱囡仔甲伊行礼，佮点香烧金纸，甲伊讲：你会找着我，表示咱有缘。你发生啥物代志，我无清楚。毋过
即马你会使安心对观世音菩萨祈祷着。这个囡仔你放心，我会甲伊当做家己的查某囝饲。但是你伫天顶嘛爱斗顾斗看下。厝内大家拢知影即个秘密，无理解的，敢若还阁细汉的护员。我迄时才4岁外，沙无是安怎敢若过一暝尔？迄个原底互大家叫红颜仔的细汉囡仔，哪会雄雄就有一个新的名叫做富美，而且佫讲对迄天起，伊就是我的新小妹。富源毋捌的代志吼，后来还佫真济咧。迄年过年前，女舍的门口雄雄出现一个生做乌打伞、佮满面沧桑的查甫人。伊小看顿低，对坐伫柜台内面的富源因老母上一步，才骚声开嘴讲：“美满啊，我阿铁啦！”查甫人话讲煞，富源的记忆，现场全部的人，袂输是电影内面定期的影像共款。若像经过足久了后，才听到美满啊用激动的声哨话讲：“富源，恁老爸无死，伊倒来啊！紧叫阿爸！”迄个时阵，我只是感觉讲，哪会安尼？我敢毋是才当加一个小妹尔，即马哪会阁加一个老爸？今若想起迄段有悲伤嘛有欢喜，要哭毋是，要笑嘛毋是的日子，美满啊就会讲：富源敢若沙无张头是安怎加一个老爸尔？啊，我无张无弛有2个翁，迄才是爱叫哦。阿弟拄转来时，身体真歹，请中医调理足久，精气神才豆豆啊恢复。毋过，规个人哪像3魂7魄拢散了了，日时毋讲话，困的时阵煞规暝拢咧含眠讲袂煞，有时阵佫会嗨嗨叫，大细声哀。阿铁。美满甲伊摇醒的时阵，常常发现伊规身躯寒，袂输梦内面有人咧甲虐，也是着惊的形。有阵，美满半暝啊醒起来，发现困袂去的阿德手里竟然摕几支人的骨头咧金金上。伊惊一个，连话都讲袂出来。免惊啦！想袂到阿德颠倒足温柔，甲伊讲：拢是好朋友，我甲因带转来的。因是你的好朋友。日本投降进前，阮的部队已经互缅军拍甲东岛西歪，散喷喷啊！虽然夺命入去深山那内，一寡战友因为受伤无物件食，也是得着马拉利亚，一个啊一个翘起。我无气力，嘛无时间待因，顾不之中，甲因的手骨剁落来，起火甲肉烧好烧，再搁用后尾刀甲肉敲掉，甲骨头插入去牌啊！继续走。我即马烦恼的是，当初袂记你做记号，已经分袂清楚倒一支是啥人的啊。到当我也会记你，伊咧讲遮的经过时，迄种温柔的口气甲目神。
阿弟后来逃命去到一个山林的庄头，替人测茶种山。战争早就结束啊！你是安怎到大家转来？知影战争已经结束的时，一山颠倒，行袂开骹。因为我甲遐一个查某人已经有囡仔，总袂使甲人放咧，做我家己一个转来台湾。若是你嘛袂安尼做，你讲对无？阿弟正平静，继续讲：这拢是命运，所以你连我有查甫人，我嘛无怪你。佮再讲，当初我家己嘛讲过，万一我若无转来，你着找别人顶嫁。讲过的代志，我袂后悔。难呢？山林迄对母仔咧，唉，足可怜。阿弟俩讲的时，还阁一直哭呢。伊讲，迄边逐年拢会烧山开垦，迄年咧烧山的时，风势汹汹改变，大火烧对规个庄头去，死足侪囡仔甲查某人呢。找到迄对母仔的时，囡仔是互老母下伫水缸内面，老母规个人烧甲甲若差不多敢若剩骨头，毋过规个身躯犹泡伫水缸面顶。侥幸哦，可怜哦。后来咧，雄雄加一个翁出来，你安怎处理？坦白讲，这两个查甫人头起先对我有够好。汉庭看阿弟身体较好啊，包予我款款的准备要走。阿弟竟然去找伊啉酒，叫伊留落来。甲我比起来，你和美满翁某的关系比我搁较久。搁再讲，富源嘛干那认你这个老爸。无喏，你才是富源的老爸。伊还未适应尔，等候恁斗阵生活一阵仔，伊含你就会亲啊啦。汉庭，我知影你好意，毋过我家己过去至少摆有家庭，讲是转来这个家，颠倒较像厝外人照大尔尔。啊对啦，你毋通安尼讲，我才是正讲伫遮照大的厝外人，真正的头家是你才对。无影无影。对母仔囝来讲，你已经是这个家的主人啊！讲一大堆，两个那人客踮迄个烧下体，结果我上衰，明明有两个翁，有一站活甲煞袂输无翁共款。后来你安怎处理？后来我生气啊，无爱插因遐济。只要我想要互啥物人陪，我就烧酒干咧去找啥物人啉，拢甲恁祖妈照轮。你有影搞？唉，哪有较蛇？后来因两个拢豆豆仔变歹啊！阿弟啦检差捌伫南洋生活过几冬，知影倒位有木材生意通做，甲我摕一寡钱，甲汉庭斗阵去做木材进口。甲女婿的生理等互我一个人发了。想袂到过无几冬，阿弟来甲汉庭两个竟然趁着钱，暗时啊四常穿甲啪哩啪哩出去冒费。有一暗我走去掠，两个人竟然伫酒店啉甲醉茫茫，迄倒手揽一个，正手搁抱一个。看到我嘛唔惊呢，佮踮遐咧垫青。汉庭啊，今仔日
敢是轮到你陪伊，我放假。无咯，今仔日是我放假，你陪伊才对啊。毋对，你记定答，是我放假才对。毋对啦，今仔日轮到你啦。迄是1957、58年的代志啊。但是经过50冬，美满啊讲起来，要是规巴都火。伊讲，世间事亲像水，查某人的头壳就若像海绵，变若目着，就无法度放袂记。啊那查甫人的头壳就亲像空谷里，燃落去，啥物都随打去。毋信，你去问阿定，看伊敢会记你马来西亚山顶的某囝。问汉迪，看伊感觉会记你当初时是安怎设计过。到底是啥人设计啥人，变做美满甲汉庭一世人无底止的正喙。有当时，甚至连阿德嘛会互牵拖入来，因为美满啊会怨叹讲：唉，当初若毋是媒人无乱设计，我一世人嘛袂遮尔坎坎坷坷。虽讲嘴面定定安尼闹，毋过因家己心内其实拢明白，并无啥人设计啥人。讲透支，所有的人拢是互时代设计去的。面对无法度抵抗的命运，人嘛敢若会当吞忍，亲像美满后来常在讲的话某。唉，一切拢是天意啦。1960年代，南北二路毋知有偌济少年人拼来台北找发展的机会。美满啊，差不多甲遐个带短期的庄脚囡仔，拢当做家己的囝对待，毋但甲因介绍头路，甚至还阁兼做媒人替因牵红线。无好笑，一世人经过我美满啊做媒人，保证美满的夫妻超过200对以上的。也毋过，伊私底下上敢想要做的一对，将基本煞破功。伊讲的，就是富源甲富美这对兄妹仔。美满甲汉庭斗阵做伙时，并无登记户口。阿弟回来了后，美满当然同款嘛是伊的家后，所以汉庭只好家己另外徛一户，富美就变成伊这户下面的养女，甲伊共姓。所以有时阵汉庭嘛会找机会调工怨叹讲：唉，我和富美两个吼，拢是户口外的外人啦。无共姓阁无血缘的关系，所以虽望富美从细汉就叫富源阿兄，毋过美满啊一直拢认为因两个大汉以后，自然就会煞做对。家己饲大汉的查某囝变做新妇，敢也有比这搁较圆满、搁较互我放心的姻缘。
谁知影讲，因两个佫真认真，以兄妹相对待。唉，天意啦！富美其实从足细汉就知影家己的身世，毋过伊并无感觉家己甲富源有啥物无共，有时阵甚至阁会怀疑阿兄才是户口外的人，因为读册了后的伊成绩永远排伫头前，富源总是吊车尾，所以逢生的是伊，定定逢骂颠倒是阿兄。富源勉强甲高职读毕业，就对两个老爸学做生意，伫外面世界走丛。富美选一路无烦无恼，读到大学毕业，阁出国去留学。经过几落冬了后，富美捌甲富源坦白，讲：其实有一段足长的时间，我真欣赏你迄种和好学生完全无同、有个性、阁海派的性格。毋过，要安怎讲？你毕竟是我的阿兄啊！富源后来讲：我听富美讲起这段的时，我家己嘛险控制袂牢。我哪有可能无介意伊？只是迄时阵，伊实在伤优秀，优秀甲互我家己感觉自卑，所以宁可做伊的阿兄就好。至少会使因为富美是我的小妹，互我会当有一丝丝仔骄傲。毋过，这个话伊并无讲互富美听，因为毕竟拢是过去的代志啊。迄当阵我嘛已经是两个囡仔的老爸啊，讲出来敢有法度改变啥物？若要家己讲这，不如留点家己心内就好。富源讲的迄当阵是1970年代中期，富美伫美国东华的大学摕到博士学位。伫出国也毋是遐尼自由的年代，有商务护照的富源，奉老母含两个老爸命令去参加伊的毕业典礼。富美的博士论文，听讲甲台湾白色恐怖的迄段历史有关系。伊甲富源讲：我的研究这可能是想要找生我迄个老母的来历啦。结果咧？结果我无找着，毋过所找着搁较济和伊命运共款的老母。富源女社伫1980年代中期结束营业，改建成自体大楼。大楼的名就号做美满人生。2006年，富源替美满办一场澎湃80岁生日宴会，富美嘛专工甲伊的美国翁婿甲3个囡仔带倒来。迄时阵，阿德甲汉庭拢已经伫几冬前就连线往生啊。美满也伫观音山起一个塔位，甲因两个放做伙，讲家己以后嘛要住入去。伊真有把握，讲我三人也捌斗阵困过，迄种滋味，我都毋信遐两个死人袂想要试看觅咧。
今仔日的广播剧《美满》下集是由吴念真原作、罗家书编剧，夏桥华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20岁美满何伟霆演出，50岁美满洪昭文演出，70岁美满罗培轩演出，阿德魏宗仁演出，汉庭齐志刚演出，算命先的林玉林演出，查某人钟玉文演出，瑞将任成英演出，兵阿群魏宗仁演出，警察王家仁演出，副员张国伟演出，副美郭基玲演出，次编任成英吴家丁演出。讲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订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张婉如，图念任成英。2023保利达比河水广告观后感，一世人若是有一个人的声音，会互人藏伫心肝内。我想念真老师的声音，应当是第一名。大概听到伊的声音，毋知为虾米，就会互人跟着伊的声说。有当时啊是笑嗨嗨，有当时啊是流目屎。就安尼，2023年年底。当我听到伊的河水广告的时阵，伊讲，虽然过要2-3年，连喘气嘛食力的日子，敢若渐渐要过去。想起疫情的当时，逐个人的喙面拢砍甲剩一半，表情心情看袂真，连熟悉的厝边嘛变青云。外口市面冷清清，店头单位关门的一间接一间，想要小安慰，嘛毋知要安怎讲出嘴。早前人讲一支草一点露，心若正，天就会报路予咱行。实在嘛有影，2-3年来的操烦、惊吓甲郁闷。就像暗暝较长，天嘛会光。冬尾若到，春天就袂远。做事人上了解，歹年冬毋免回头看。现时若无拍拼，就免讲未来要安怎。趁年底咱小休喘，重新出发的气力，即马先传互变。新年恭喜！继续拍拼。念真老师用简单的几句话，就将疫情期间咱拄着的艰苦，伫半分钟内豆豆仔讲了。落尾用一支草一点露等等的话语，鼓励咱随望经过2-3年的艰苦，嘛毋通阁回头看过去，爱仰望足有希望的春天。伫2023年的年底，先将气力传互好，等待2024年的时继续拍拼，安尼才有法度过着好日子。我想广告会当使人感动的话语，毋免伤虚华的字词，亲像念真老师的每一段广告，为虾米有法度互人记条条？除了伊足亲切的声势以外，就是伊的话语会侵入咱的灵魂内底，引起种种无同的情绪。无的确是悲伤、欢喜，也是孤单。毋过，伊总是会鼓励咱爱勇敢向前行，
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介意这伙，老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专门 K， 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也今仔日节目同款真欢喜，邀请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第一位是咱台文研究所的林静佑，静佑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佑。第二位是咱法律系林碧涵，碧涵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碧涵。第三位是政治系潘瑞婷。大家好，我是瑞婷。好，欢迎3位同学来挑战。也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芳慧老师。好，大家好。好，感谢芳慧老师透过网络连线现场甲咱指导。另外，还有2位台语老师提供翻译的参考哈，一位是咱台湾广册协会前理事长萧凌春老师，还有一位是咱台湾基视面计划发起人吴希美老师。好，顺利起来进行咱今仔日第一个题目。他在那张苍白虚弱的脸上看到的，仿佛不只是茫然，而且还有惊吓和绝望。他在那张苍白虚弱的脸上看到的，仿佛不只是茫然，而且还有惊吓和绝望。好，作文学的一句话哈，好，请恁讨论一下。先讲讲看，你想公况吗？盲人很怪，盲人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从位头开始顺看嘛。好啊。伊伫迄个白苍苍稀绿的面顶，看到的，敢若毋那是前途茫茫，而且阁有惊吓甲绝望。好，请洪伟老师。后半句较无问题啦吼。咱即个当然白苍苍嘛是一个讲法吼。我是用白丝伞即个词啦。白丝伞吼，过来鱼鸟咱会当讲鱼篮。不蓝的，鱼篮吼。鱼篮的面呢，看到的敢若毋那是迷茫吼，敢若毋那是迷茫安尼。我是安尼翻啦。好，感谢洪慧老师。另外，咱来听其他2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哈。咱先来听吴希美老师。伊的面白苍苍，面色死白，稀咧咧款，看起来若硬神，若像红火惊着，真绝望。好，非常完整的翻译哈。好，顺利去萧凌春老师。伊伫迄张苍白虚弱的面上，看到的仿佛不只是茫然，而且也有惊吓甲绝望。好，互咱空中好朋友也有同学做参考。顺利去第2个题目。一脸沧桑，一脸沧桑。好，一脸沧桑，吼，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真有故事。满面松茸，捌听过，我冇听过。满面红松。会知啊？听起来。满面红松，满面红松哈。好，安尼讲咁好势，请洪慧老师指导。我嘛是安尼翻啦。
好，老师翻的甲同学共款哈。好，顺利去今仔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吼，咱来听黑米老师。迄个查甫人头鬃白噗，已经拖磨规世人的款。好，过来是萧凌春老师。满面沧桑。嘿，萧老师翻的甲同学翻的真接近啊哈。好，过来第三个题目。被盟军打得七零八落，溃散到丛林里，各自亡命。被盟军打得七零八落，溃散到丛林里，各自亡命。这个盟军好像非常快速，友军不是啊，不是说，他现在是日治时代，那盟军好像是日本，那叫什么美国兵。互美军拍到外国市出，伫树林内底虽然够性命。好，安尼讲咁好势，请洪伟老师指导。该开掉啦，总是就是讲嘛，有小可无反正就是迄个溃散嘛，对吧？所以溃散看是我会倾向用帮派散去到树林内底安尼帮派散去到树林内底安尼来讲，嘛，你讲得命嘛是会使啦。好，感谢洪伟老师的说明哈。所以，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来听黑米老师。互联军拍甲走无路，规个死线去。逐个人虽然顾性命，必去到树林内。黑米老师嘛讲到虽然顾性命哈。好，顺利去萧凌春老师。联军拍甲哩哩落落，拍败四线到树林里。虽然得命，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顺利去今仔日第四个题目。逆来顺受，逆来顺受，逆来顺受，听起来无讲介困难哈。真正听到一句成语，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想看觅咧。食苦那食补，食苦那食补。好，安尼讲咁好势，请洪伟老师指导。我感觉敢若小可无共，当然迄种意思嘛，共款是爱看伊原本前后是咧描写对什么货的逆来顺受啦。因为你若讲较直接讲接受命运的安排，还是讲接受无合理的待遇，就是讲爱看什么意境啦。我感觉食苦哪食补，当然。某一部分可能是有哈，毋过嘛爱看是咧描写啥。我是用接受命运的安排，毋过就是我无介确定是因为爱看前后，安尼毋知斗会起来无。好，感谢洪伟老师的说明。所以今仔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吴黑米老师，命运毋是咱通家己决的，咱人着爱在通认命。好，黑米老师嘛讲到认命，所以去萧凌春老师。食苦准做食补。萧老师讲的嘛是同款吼，食苦准做食补。好，今仔日非常感谢三位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咱当洪辉老师现场的指导，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面演阿铁的桂宗林，我是演70岁李婉的大婆孙。今仔日的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款的感受甲想法，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馆的网站来回分享，买使写文章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烧送，欢迎你做伙来斗热闹，请上咱们 K 电台详细了解。过去看，我错。
应该是啊，我想讲你示范我看。而且爱卡梅拉，爱 camera。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监制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小林村、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配乐。详细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还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我才是唔捌字的迄个人》，欢迎准时收听。至少会知，因为富美是我的小妹，互我会当有一丝丝啊强。对不起，阮三个人也毋捌斗阵困过，迄种滋味，我都毋信迄两个死人袂想要试看卖。我西人也捌斗阵困过，迄种滋味，我都毋信迄两个死人袂想要试看卖咧。阮三人也毋捌斗阵困过，迄种滋味，我就毋信迄两个死人袂想要试看卖咧。这才30岁。有我这声音都不是60岁，就是跟你讲70岁的那个要30岁。